欢迎收听6月24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哥林多前书7章1到16节。哥林多前书7章1到16节。在今天分享之前，也要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在2015年拿下最佳影片的电影，叫做 Spotlight，金爆焦点。而这个故事出来的时候呢，在当时的天主教会引起一个很大的震荡因为故事的内容就是在讲美国天主教教会性侵孩童的真实故事改编电影那在这个故事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在过去呢，这件事情呢，他们是在2001年呢，然后去看到了一个记者的专栏那这专栏他就在讲到有关神职人员性侵孩童的审判结果，而当时关注这个专栏的人呢，他刚刚来到波士顿当主编。当他发现了法官决定将这个审判结果的相关资料都封锁，不要让这个神父的资料外泄，他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他开始去挖掘这个事件。他挖掘这个事件的过程中，就发现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家庭，他们基本上都是闭口不说的，好像已经都讲好了。而这些神父呢，他们被调来调去，调到不同的地方，那些人都不认识他们，他们在一个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结果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就是也不是新闻事件，就是真实事件，一直去挖，就发现到他们刚开始以为只有15到20位在这个教区的主教，或不是主教，就是神职人员有做这样的事情。就后来发现不仅是这样子而已，竟然有大概250位波士顿的神父都曾经做过这样的事，而且这些神父他们自己可能在过去或在小时候他们也有被染指的经验呢。这个新闻这个事件，这个故事，这个电影爆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再次的对这神职人员的生命对他们的品格有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今天呢要分享的经文里面呢，其实也是在分享这样的一个议题。保罗其实在回应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不仅是在讲我们在文字上看到的婚姻的原则，他更是在讲一个人当他要追求属灵的事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也是软弱的，不要忘了他也是有人的基本需要的。在这边呢保罗是在回应哥林多教会在当时呢，他们要追求属灵的事，所以他们会有几种倾向。一种倾向就是很纵欲，因为他们认为肉体会毁坏，肉体是败坏的，而灵魂跟肉体是分开的，灵魂是高尚的。所以他们觉得肉体会败坏，所以随意使用，所以他们滥用了这样的自由变成是一个淫乱的一个生活。而另外一方面呢追求这个属灵的事要很 holy 这样，所以很 holy 的人呢就要禁欲。而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在回应了这个追求属灵禁欲的人，他们要怎么样面对他们的关系才会是合宜的那在今天呢，就有3个对象啦。一个就是已经是夫妻的男生或是女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讲到的时候，就是有关独身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是在讲到夫妻关系里面，如果另外一半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来持续追求属灵的关系，但是也可以好好的去经营跟面对现在的关系那在第一个呢，就说到了，如果夫妻当中呢，就是有一个人他想要追求这个更属灵，他想要更专心来祷告的话，但他可以暂时的跟他的另外一半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不能够太久，因为人毕竟是软弱的，毕竟是有需要的，而且不一定是你有需要，而是你的另外一半他有对你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肉体上的需要，心灵上的需要。所以如果已经是结婚的人，应该要好好的回应另一半的需要，而且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追求属灵的事。
而如果你是独身的人、单身的人，这边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哦，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哦。想要追求属灵，结果反而是变得更淫乱的生活，这样反倒是不好的。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哦。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也像保罗一样，有这样独身的恩赐，那他就要好好的善尽他这样的一个身份，专心的来侍奉神哦。那对于已经结婚的人，但他另外一半还不是信主的人，该怎么办呢？在这边就有讲到，如果为了追求属灵的事，对于那个不信主的另一半，有些人的做法就是他干脆就离开他，因为在当时呢，这个罗马社会里面，他们是允许男性或女性可以直接休掉另外一半的，可是犹太社会是只有男性可以这样做，所以当他们要去这样行的时候呢，保罗告诉他们说，你这样做真的是因为属灵的缘故吗？还是只是为了情欲的缘故？因为在当时有人就会说，我的这另外一半不是信主，立刻就跟他离婚，就马上又跟另外一个人结婚。那这样他是出于情欲，还是出于他想要追求信仰，所以他这样做？而在这里呢，保罗也提醒到，如果你是因为你的另一半不信主，所以你觉得他不蒙神悦纳的话，你就要跟他分开的话，那如果你的小孩不信主，所以你觉得他不蒙神悦纳，然后你要跟他分开的话，不管在关系上，或是在伦理道德，或是在神的眼光来说，都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哦。我们可能只是出于我们的情欲去做这样的判断，所以他在讲到说，面对到另外一半不信主的时候，或是还没信主的时候，他就在这里鼓励这些人说，信主的妻子啊，你怎么能肯定救不了自己的丈夫呢？信主的丈夫啊，你怎么能肯定救不了自己的妻子呢？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是在你生活的范围里面，或许你都曾经听过他们跟另一半不是信主的人结婚，结果后来这个另一半他信主的这个见证或历程，我们真的是为此感谢神，因为真的是只有神能够让人承认他是主。那但在我们生活当中又有另外一群的声音，就是说，当你要结婚的时候，你不要跟那个不信主的人结婚哦，因为你跟不信主人结婚之后，你会受他很多的价值观啊，很多社会的这些期待来影响啊，以至于你自己在信仰上退后啊。所以有些人就会很反对说，为了追求属灵的关系，你也不要去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以至于你后来在信仰当中退后。的确，人就自己的软弱跟需要上来说，每个人都很有限，我们很难说用什么样的做法就能够避免或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然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保罗是在说，对于想要追求在信仰中成长的人，其实我们有接地气合宜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不然我们可能会像中世纪的这些主教一样他们在前面呢看起来是独身的，看起来是为主发光发热，可是他们竟然在自己的教堂后面就有一排这情妇街还甚至还有养小孩跟实际上他们的法律信仰是不相符的。我们真是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在面对婚姻有没有要结婚，结婚之后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其实都在的挑战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主的缘故，不仅是追求属灵的事，更是将属灵的事活在现实的境况中我们求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能够来面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求你为我们来预备适合的时机，适合的环境，还有适合的生命，让我们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关系，能够在这些关系当中是荣耀神的，是对人有益处的，也是对我们自己生命能够在永恒当中有盼望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也邀请你为我们按5颗星5星好评。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